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、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，今天来到台三线上北埔乡的南埔社区。南埔与北埔以大坪溪一溪之隔，远离了北埔老街假日的喧哗吵杂，隔绝了鼎沸的人声，让南埔村落仍维持原来幽静的生活形态。这次骑着单车来到南埔这个朴实的农村里，踩着脚踏车，慢慢的认识这块土地。从北埔市场出发，来场田园式单车之旅。我骑到了百分桥，来询问熟悉当地文史的江校长。我刚骑过来啊，就是骑过这一条桥，我觉得这个桥的那个造型好特殊哦。是临近的一个学校北埔国小100周年校庆。为了纪念这个学校100周年校庆，所以上面是一个符号，真的是100。哦，对，难怪叫百分桥，所以它是100，是100的关系。之前是南埔桥，后来因为很多人在考期之前会来这边走动，希望考100分。对，考100分。所以以后考试的话，就要多来这边走动，就可以拿到100分。所以这个桥算是搭起这个北埔跟南埔的一个要的交通要道。哇，对啊，那个景色我觉得变化好大哦，我觉得好特别哦。骑着单车在百分桥上跨越大坪溪，我期许着这趟乐活之旅能够收获满满。来到了南埔黄金水乡，许多农田仰赖水利灌溉，水车就成了乡村重要的灌溉工具。这旁边这条水涧就是南埔涧嘛，它灌溉大概南埔平原大概有60公顷的土地。哦，对，但是有比较高的土地啊，水没有办法灌溉嘛。所以他就盖了这个水车，就把低的水引到高的地方去，这个就是水车的原理嘛。到165年了，所以它这个转动160几年了。对，160几年。哇，那比我们的年纪都还大哎，而且祖父都还大，都还大哈。其实从这个水车灌溉的原理也可以看得到，就是早期先民开发的辛苦了。对，没有水的地方，想尽办法要用一些科学原理把水引到高的地方去了。百年水车可以说是水车中的人类了，利用水圳的水流带动叶片，使水车转动。竹筒集水后，旋转至顶点，将水倒入集水槽，建置水车，调整水位差，灌溉良田千甲。在规律的打水声中，烦忧仿佛也随水流去，田里的秧苗正翠绿着，等待茁壮。我骑着单车继续探访客庄文化。